高雄机场拜三取消132个航班，按照今仔日是取消211个。这取消的主要拢是飞香港、中国、东南亚，还有日本。飞机伫前9月份来直飞，A 门航空 MF887飞转来桃园机场，虽然伫空中坐4连则降落，不过旅客拢讲也算平稳，平安返厝就好。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么厚的云层怎么下去啊？结果想不到云层下面很快就是着陆，然后一着陆的那当下，这大家放心了。还好，还不会，上面也不会很颠簸了，还蛮稳的了。所以在上面绕几圈还不知道。机场另外一边，航空大楼航空公司柜台前嘛有未少出国的旅客早行李准备出国，对航班无去用取消，因感觉真幸运。昨天前天就觉得就很担心了，所以还好。那像我们要去香港的话，只取消408还好，那我们搭495的没问题。所以你比较幸运，没有被取消。对，是啊，因为它是来在南边，我们往北飞。那有没有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台风动向？多多少少都会看一下。受到3度2风台影响，昆古桃园机场初3早起8点的统计，取消航班211班，比前一天132班加79班。客飞机入境取消105班，出境取消106班。10月3号总共取消211班架次，那其中取消主要以前往香港、中国及东南亚、日本为主。桃机公司表示，取消航班是以飞香港、中国、东南亚甲日本的航线为主，每一个航段差不多取消40班左右。嘛，请旅客甲接机的亲友一定要注意上新的航班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